观众朋友，午早，欢迎收看7月初3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卢尚如。新闻头起先，咱先来看美国对中关税后礼拜3初9就到期。亚洲国家当中，越南是已经完成谈判，也那是日本呢，因为是无爱买这个美国米和美国车，所以嘛引起美国总统川普的不满哦。日本的首相石破无是表示，美国车伫咧日本是真恶销，因为很多路伫咧倒病，而且佫真高加油。日本首相石破茂催日讲，伫咧甲美国的贸易谈判无进展，结果美国总统川普威胁要对亚洲的盟友扣国家间的关税时阵，伊决定要保护日本的国家利益，甲关税比起来，这么国家注重投资。日本はアメリカにおける世界最大の投資国である。そしてアメリカにおいて世界最大のいろんな国が投していますが、その時にアメリカに売れる自動車が減るとするならば、内需の拡大、そして輸出先の拡大、米の生産というものが減りすぎたのではないかということです。もう一つは米のようなものは価格弾力性がちっちゃいので。日本伫咧农产品市场开放，尤其是米立场真强硬，汽车嘛共款。美国总统川普就是对这真无欢喜，尤其日本不爱买美国的车。石破茂讲，美国车驾驶座伫咧倒边，伫日本真无好买，而且电力效率低。日本车伫美国市场占有率高，美国车伫日本占有率低。Japan, they're very tough. You have to understand they're very spoiled, and they won't take rice. And yet they desperately need rice. They won't take other products that we have. Or the cars, as you know, they send out millions. We didn't give them one car in 10 years. We know you can't do the kind of things that we need, and therefore you'll pay a 30%, 35%, or whatever the number is that we determine. 美国对中关税90天宽限期后礼拜3初9到期，真侪国家拢赶伫咧这个期限进前甲美国讲成贸易协议。川普进前伫咧社群媒体已经先大文讲，越南已经讲好势啊。彭博社报道内容包括对越南出口到美国的商品扣20%的关税，转运的商品扣40%。越南方面将会取消所有对美国商品的关税，开放因的市场，并且加强原产地规则，来减少中国的商品经过越南转运的情形。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7月初4就是美国的国庆，美国在地协会 AIT 将举办美国249周年独立纪念日的庆祝酒会。AIT 处长郭立言致辞的时阵就讲哦，在酒会用棒球来做主题，是代表美国和台湾有共同享受的文化，嘛强调美国赢，台湾就赢。咱的副总统萧美琴甲郭立言嘛互相来交换球衫，嘛讲期待哦，伫咧关税议题顶头会当有正面的共识。副总统萧美琴甲美国在地协会 AIT 处长郭立言穿棒球衫，摕美祿奖杯庆祝美国249周年独立纪念日。萧美琴致辞时阵讲，虽然台美双边正拄着关税挑战，也是当共赢发展。And that is tonight's theme: baseball. We have a partnership that is built inning after inning. We have faced fastballs, curveballs, and sometimes sliders. But we keep stepping up to the plate with determination and teamwork. We often talk about the fact that when America wins, Taiwan wins. In the case of the World Baseball Classic Premier 12 last fall, that was literally the case. 郭立言强调，美国乐见甲台湾进行良性竞争，并且实质合作。两个人分别穿印着美国甲台湾的棒球衫，并且伫咧球衫顶头签名。郭立言伫咧谈话时阵，并无讲到关系，因过伊伫安全期间引述国务卿卢比奥的讲法，美国未放弃长期以来对台湾的立场。As Taiwan continues to work towards increasing defense spending beyond 3% of GDP this year, we look forward to further investments, both in traditional military deterrence and societal resilience. And just as spending for Taiwan's defense has strong bipartisan support in the U.S. Congress, I fully expect Taiwan's political parties to devote the resources needed to maintain peace. Taiwan will never seek conflict, but we will not shy away
from our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our people and our values. 邵美琴代表赖总统参加美国国庆酒会，另外包括立法院长韩国瑜、副议长江启臣，抑个几多位立委拢参加。江启臣抑个早台中厂商所制作的鱼类球棒，送予郭立言，以台美关系丰润，形容双方的友谊。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最近台票直直咧升，初二台票换美金是收伫咧29.0919块，升1.66角。为着要协助咱的中小企业来面对汇率的风险，所以咱的经济部嘛有成立任务小组，另外嘛有请8大公股银行来斗3工，来提供汇率避险的工具，也佮有延长贷款时间等等哦，互咱的业者会当来稳定因的营运资金。初二新台币对美金汇率午盘应伫外资汇入款，伫下昼3点过了后，佫出现2倍数字。观察最近新台币对美金汇率波动袂细，顶个月27变1.5到30，急变7角2分之，加长工随升7角1分7，初二收盘升达1角6分6，也毋过盘中捌涉现2倍数字。为着协助中小企业应应汇率风险，经济部特别召开记者会。针对整个的一个外汇市场的一个波动，还有相关产业以及出口型的中小企业所反映出来的这些问题如何来加以因应，主动的与相关的财经部会做一个横向的联系希望我们的做法呢，所有的中小企业呢能够看得懂，能够问得到，而且能够用得上。经济部统计，受生态冲击产业包括金属制品、工具机甲机械等9大产业。经济部会提供中小企业金融支持，包括多款款地专案贷款、疫后进行专案贷款、外销贷款优惠信用保证方案，也有强化保育金融贷款方案，加强所得保险准备计划。同时，要向业者宣导常用的汇率避险工具，像有个远期外汇，会当约定未来特定日期事先约定汇率做外币买卖，也有外汇选择权加采用单一倍倍修复的自然避险工具。当中小企业在这一方面产生了一个结构性的损失的时候，那政府有没有可能以税制来协助了？我们是不是用什么样的税可以少收，还是怎么样来补你的税？不能只有单独谈汇率，不谈关税。关税跟汇率是一体，汇率可能是短暂的冲击，但是关税是长期性的冲击。经济部表示，已经成立跨部门任务小组，会定期开会讨论中小企业需求甲应用做法，呼吁中小企业业者准备汇率管理机制，强化避险能力。也毋过看到美国对顶关税宽限期提到特别来临，除了会迅速落来关税冲击，无排除冲击中小企业后半年的营收。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票咧升，嘛害咱的中小企业是真正力咯，特别是做螺丝的相关产业。因为这个出口利润增加，拢去互这个汇率来吃掉去。就算讲经济部有咧斗3工，也毋过业者是认为讲咱的政府大声爱解决的，应当是咱国内的生产成本相关的问题。昨下晡送至合作其中台湾螺丝，高雄公山市台湾螺丝扣件当天，也毋过今年煞真受考验，先是受到美国对顶关税影响，最近佫因为新台票急升汇率波动冲击，互业者艰苦无地讲。可能已经接单的部分，它就一定是获利会损失、会减少，甚至亏钱的状态。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被迫后面新接的订单一定是必须去涨价。台湾螺丝出口国家数袂少，也毋过平均利润只有大约15%，这几摆代表成大服业者的利润会当讲零，冲击大过美国对顶关税，而且连带影响相关供应链，像工会和螺丝厂的抽线等，中上游业者都没单了，获利亏损，大家都亏大了。抽完线卖给螺丝业去打螺丝，他们都外销，这全部都是。是外销的一环啦。台票汇率一直升，互中小企业是真凄惨。业者呼吁政府更加爱解决的是生产成本收悬的问题。从2022年到2024年，工业电费其实已经涨了68%了，就是岛内的成本一直在上升。然后你除了成本上升，然后你又因为汇率的因素，其实对整个扣件业者其实很不利的。企业界可能他们要做汇率的避险合约，然后成本转嫁、市场多元化部署、体质稳健，避免说资金流断裂的话会提损或缩减规模。
除了对顶关税甲汇率议题，学者也警告美国参议院倡议通过大移民法案，未来若确定实施，恐惊使美国国际碰撞，搁一摆影响全球经济，甚至引起汇率风暴。政府甲出口贸易相关产业拢爱提早应用，以防冲击加重。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出来和乡亲同齐来看今仔日本周的重点。头先，咱先来看《中国时报》，iPad Money 一卡通的电子支付有超过700万的用户，不过昨宣布自明年开始，跟 Line Pay 无要继续合作，所有的功能拢会对 Line Pay 电管撤销，因会用家己开发的 App。再来，《自由时报》。卫福部长宣布，国民年金原本干那补助到去年4月至12月，即马要搁来加送1个月，扩大到去年3月至12月。民众只要伫咧今年10月31进前达标，就通有保费5成的补助，拍算是有270万人来受惠。再来，联合报。各大自行车道也是景点附近的品种电动车，也会发生意外。也毋过业者拢无相关的保险，民众是无得来讨赔偿，而且嘛无法规通好管理。你为着要求咱的交通部就要严格定出指引。副总统萧美琴伫咧去年拜访捷克的时阵，中国的外交官员毋那是军种监控，甚至也传出拍算要来弄萧美琴的车，甲恐吓。捷克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惠雪就表示，去年咱的前总统蔡英文10月访问捷克的时阵，中国大使馆嘛是派人甲对调调。For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Taiwan has faced constant intimidation from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 去年10月，前总统蔡英文访问欧洲8日，去法国、比利时甲欧洲议会，抑个欧盟总部，佮参加捷克公园2000论坛发表演讲。迄时阵，捷克参议外交委员会主席惠雪到场接待。不过，惠雪最近伫媒体受访时透露，蔡英文伫捷克期间，和中国是定真案。小傅怎么看？小英总统去年访问捷克，也遭中国派人紧盯。政治昨晚捷克军情局才证实，副总统萧美琴去年当选了后，上前进前访问捷克，和中国外交人员队，佮差点造成车祸。惠雪形容萧美琴位置落地，甚至出发进前就和中国派人紧张撤回车祸，根本是国家级暴力或者是国家级恐怖行为。参议院也伫第一时间甲捷克总统讨论，中国必须对世界给个交代哈，因为这样的行为违反国际法，也违反了捷克的国内法。不管是蔡英文总统，或者是萧美琴副总统，或者任何一个平民百姓，都不应该被这样跟监骚扰。那我们未来也可能要特别注意到，我们国家重要的政治人物或者重要的人士出国访问的时候，中国是不是会再用类似的行为来进行滋扰，甚至于伤害？我只能说，我们在外交的空间已经非常的困难了，任何事情我们要很小心，而且呢，也不要让其他的国家觉得说我们的去访可能会造成他们跟中国大陆的困扰。面对中国压力甲各种情报收集，学者提醒台湾外交处境困难，敢若伫保持一定的春秋之下，才能将外交空间做到上大。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海洋国际论坛昨伫咧台北举行，昨日总统赖清德也亲身接来接见访问团。这当中，菲律宾嘛派真重要官员来到台湾，这项看作是菲律宾总统伫咧解读官员访台禁令了后的大进展。也毋过，菲律宾的行动敢是代表南海地区国家不满中国要开始反击咧？咱的海委会主委关碧玲是表示尊重菲律宾，无需要高加讲啥。也若中国施压印尼代表阻止因来台湾，关碧玲是表示谴责，认为海洋救援的人道问题无应该互政治介入。中国海警船对菲律宾渔船发射水炮，甚至直接冲撞。5月1日，伫南沙群岛，中菲两国船只发生冲突，双方拢讲有这海峡主权。这几年，中国对南海扩权加大力头，尤其甲菲律宾一直冲突。7月7日，伫台北的台湾海洋国际论坛，有串联海外15个的产官学专家，第一讲就聚焦印太海峡安全挑战，各用南海经验探讨区域合作机制。To address the pressing challenges posed by China's action, I came up with several policy recommendations.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develop mechanism for collective action that could compel China or any countries that are defiant to the international law. しかしながら、台湾、これはこのアイランドチェーンの中で、真ん中に位置しています。地政学的には
一番重要な位置でございますが、一番脆弱な立場にあると言ってもいいと思います。两届论坛除了日本，共款伫第一岛链的重要国家菲律宾，拿派现职官员来台。前一日，总统罗清德各地赴来接见，互外界认为今年4月菲国总统宣布解除官员访台禁令了后，台菲关系重要进展。他们能来，我们非常感到可贵哈，但是我们不予以张扬。巴士海峡南海哈，它的安全的守护和台湾也息息的相关。譬如说，今天印尼的代表临时被要求不能够出席因为一个中国的政策的影响，中国不应该干预，因为人道的问题不应该被政治介入。针对中国是印尼代表组织来台参加，海委会主委关佩玲表示肯定。不过，有人强调，中国在印太地区法律战侵扰行为已经危害国际秩序，无论是对台湾的挑战，也是对科学的挑战。敢若透过合作，才能守护自由和平的印太。台湾愿意加做这力量一部分。记者综合报道。过来，咱的国安会昨有公布上新的抽验报告，包括抖音、小红书等等5种中国的 App 拢有收集个人资料、乱用权限等等的治安问题，这有可能会造成民众的资料去互中国国安单位掌握、侵犯文书等等的问题，所以嘛提醒民众要按注意这中国产品。烦恼中国籍的 App 抖音会带来治安记录。美国总统川普要求中国母公司要将美国部门卖予美国企业这样群组，因为欧美国家长期关注抖音造成的治安记录。这几年少年人爱用抖音、小红书，对个资是不是遭到中国掌握也真关心。大数据推给你主页，就是你在讲跟你朋友讨论的东西，感觉是会有资料问题啦，身份资料被窃取问题。当他们有这些资料之后，他们就更容易用相应的内容去影响你自己的想法。我有在用，但是我会尽量去不要用那么多。咱国安局甲刑事局调查局合作，依照数位发展部发布的检测指标，发布上新体验报告，就小红书、微博、抖音、微信、百度云盘这5种的中国籍 App， 伫收集个资、数据回传甲分享加压成分特定等违规样态进行检测分析，发现拢严重违反检测指标。大陆那边对于这些个人资讯的保护方面，那可能比较会被国家的力量去做控制，所以说我们认为这些录制的 APP 它可能还是有一些安全性的隐患。很明显就是确实也找到证据就后续要怎么处理，那行政会在开会再看怎么处理。建议大家不要用确实是收集很多东西了，从你那个网络上的监控后门就可以看得出来。政府部门提醒个人爱细致，唔通轻视个资外流的问题。报告也显示，15项检测指标当中，小红书全部验出违规行为，微博加抖音有13项违规，微信10项，百度云盘有9项，拢有过度收集个资、权限滥用等问题。可能就包括说你平常的一些使用偏好等等，那甚至更改推播的演算法，吸引你去看到一些他们想让你去看到的内容，会有一些国安疑虑的这个地方。专家认为，治安就是国安，亲像整合身份特定顶悬，使用者的面部资讯可能遭到故意收集变动，参加社群加交流人脉被整合，拢可能被分析出个人思想倾向，互中国国安单位掌握运用。提醒大家爱慎选相关的产品，保护家己。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参民众来关心天气。今日各地大多数拢是真烧热的状况哦。12个县市拢有发布高温直播，咱就来看温度。今日的环境是偏东风，各地大多数是多云到好天，高温普遍会达到32至36度。中南部和东北部地区、外近山区和平地，也有金门，是有机会来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那北部地区有可能会出现36、7度以上的高温。明仔载拜六太平洋高压减弱，过到这个雷阵雨的范围会较大。新竹以南地区，也有其他山区过道嘛有可能出现雷阵雨。目前伫咧太平洋地区是有一个轻度风台无温，也毋过对咱台湾是无直接的影响。即马已经开始向热了，彰化县自7月初1开始嘛加强临检 KTV， 也有电脑间一寡所在。
有警察伫咧临检的时阵，伫咧 KTV 就发现有一个老母抱婴仔伫咧唱歌，警方就提醒家长，这个未成年半暝12点之前就爱离开，若无就算是违法咯。开始后热路，将法院启动离校保护青春专案，针对夜间场所扩大临检。其中，园林分局伫 KTV 临检的时，发现有民众抱红婴仔咧唱歌，虽讲当当时也未超过半暝12点，但是警察嘛随宣导口控。妈妈有来吗？有啊，爸爸在。爸爸有来吗？爸爸就在那里。你们有没有未满18岁的？有没有？没有。都满了，只有他未满18岁。我也未满。未满18岁不可以在这边，要带回去。警察表示，根据离校法甲社会特殊维护法，满18岁囡仔应该爱伫半暝12点之前离开 KTV 等公共娱乐场所。家长嘛答应会遵守规定。8日半暝，中华管府联合警察局、各局处等8个单位组成联合稽查小组，针对 KTV、电脑间、球间等青少年较会出现的夜间场所稽查临检，嘛针对防治诈骗、毒品、性犯罪等加强宣导。执行宣传专案。那我们希望这个业者也能够跟我们配合。那我们希望在这个时间晚了以后，不要这个青少年不要逗留在这些场所，那业者也不要这个卖烟酒给这些未成年青少年。中华管府表示，7月7日原来正式启动青春专案，警察局会全面强化执行勤务，针对偏差行为加非法营业等情形加强临检，防止青少年接触毒品、互诈骗集团利用等。管府嘛提醒家长，休赖时间到爱加关心注意厝内囡仔行为，避免互不法分子拐骗。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即摆休蛇是旅游的大季哦，加上高雄更有真侪演唱会要办，为着要避免饭店业者黑白起价，观光局嘛来加强稽查，就发现讲有3间业者无照规定保留房间，也是讲违规甲人加收钱，所以除了依法开发以外，嘛甲遮的名单拢公告伫咧网站。高雄火车头内底人来来去去，这2天开始休热，民众也刷刷地安排假期，行李拖咧，准备要时间去耍。我们玩2天1夜。2天1夜啊，有在高雄过夜吗？有。啊，有发现饭店有涨价吗？有，多少都会涨。你捌拄到起上济是偌济啊？目前起上济，捌有达无？达无，偌济到偌济啊？就是本来是2500左右，就会涨到差不多5000。民众认为休热出门一定会加开钱，不过若是起价伤贵无合理，安尼就真唔通。亲像饭店的房间起价都是上10块。观光局表示，高雄有登记的大细间饭店大约有500多间。休热期间是旅游业的大季，所落来阁有几多场演唱会要办，为着要避免饭店业者黑白化价，6月份因也联合消保官加强稽查87间业者，其中有1间为着起价，家己取消旅客订房，罚款2万块。另外有2间的房间钱分别超过报备的房价300块甲1000块，除了罚1万甲5万以外，这3间饭店的名单也会公告伫网站顶端。违规个案将依照发展观光条例开罚1到5万元不等的罚金，并且公布名单。如果经过限期改正仍然未改善者，将按照消费者保护法处3万到30万元不等的罚款。业者伫申报旅馆设立的时，拢爱甲各种房型的介绍报起嚟，若有变动一定爱先向主管机关报备。观光局强调，网站顶管拢会公告无合法甲违规的业者名单，民众若是拄到黑白起价，也是防取消订房的代志，除了消保处以外，嘛会当随向观光局来反映。记者柯家朱赵阳高雄场报道。最近哦，唔仅咱台湾热冰冰，伫咧欧洲哦嘛是当烧热。西班牙、葡萄牙伫咧6月底，因的温度是降到46度，连外法国、意大利也有英国嘛出现历史上上届烧热的6月。德国柏林建筑工人厝顶工人加路管啊，测伊这伫37度的高温伫大日头卡拍。It's quite hard for us, engineers, and for our workers. We try as much as we can to stay safe, firstly for ourselves, and after for our work. We drink a lot of water. 小英7月7日，侵袭规个欧洲气温达到上高峰，法国当局采取预防措施。巴黎高温摄氏40度，超过2300间学校宣布停课，也是部分停课。埃菲尔铁塔顶站对外无开放到拜四。两一间病院，一名护理师以水雾喷短圆中者面甲头来降温，不过有一寡病房内温度摄氏33度，无空调，互病人真无爽快。
change qu'en fait les patients sont bien plus à risque de déshydratation, de coups de chaleur, et donc il faut veiller à ce qu'ils soient hydratés et veiller à ce qu'ils ne soient pas exposés à des fortes températures. 意大利限制户外工作13个大区发布高温之下室外工作禁令，中昼到下晡高峰时段禁止工地施工。几个大区病院通报急诊收治高风险族群的流沙病人，其中托斯卡尼区住院人数增加大约20%。Uno dei rimedi, ovvero bagnando le braccia con l'acqua della 葡萄牙6月创下单日上高温46.6度纪录。西班牙甲英国也通报史上上大的6月，其中西班牙一个月平均温度就3.6度，比以往7月到8月的平均温度也较悬。另外，西班牙巴塞罗那也发生一名街路女清洁人员亲像高温之下工作不幸死亡。伫亚洲的日本上高温恐惊会超过摄氏35度。日本气象厅测预宣布，日本今年6月的平均温度比起2020年的30年间平均高出摄氏2.34度，从1989年开始统计以来新高。气象厅表示，这是因为日本附近的高压系统比往年更加强，造成冷空气入来。公司新闻为您编译。再来国际新闻来关心战争。美国总统川普初二有刊文章来讲，以色列已经同意停火60天，嘛呼吁哈马斯也得来接受协议。另外，为着俄乌战争，法国总统马克宏有甲罗西亚总统普廷通电话。普廷是指控讲，因为和乌克兰相战，都是因为西方国家拢无咧替罗西亚的安全利益设想。警报声又搁咧弹，四界拢是烟。居民紧急避难了后，搁重新倒来家园。有人伫倒去的厝用手咧捂，希望找出其他的生还者。根据加沙卫生部的讲法，初二这场空袭伫24点钟内造成116个巴勒斯坦人死亡，463个人受伤。另外，美国总统川普会伫初七伫白宫接见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也若初二，美国总统川普伊伫真实社群平台顶悬发文表示，以色列已经同意对加沙停火60天所有的条件，而且真紧就会签署协议。川普讲，这是上尾嘛是上好的提案，而且呼吁哈马斯爱为中东的局势来设想，若唔接受这项协议，局势就会持续恶化。الاحتلال الإسرائيلي يدعي بأن هناك أو سيجري تحقيقات حول الجرائم التي ترتكب بحق المدنيين في مناطق المساعدات، ولكن الاحتلال الإسرائيلي دائما ما يكذب، دائما ما يدعي بأن سيتم فتح تحقيقات حول هذه الجرائم. 川普对以色列甲哈马斯会当伫后礼拜停火是抱乐观的态度。不过，目前双方上解要义的是60天停火了后，咁就是等于战争嘛会得咧结束。而且，即嘛有人讲，差不多有50个以色列的人质要求哈马斯拘禁伫加沙，其中有一半的人也唔知影是生是死。另外一方面，法国总统马克宏政治控制2年了后，即嘛搁一届甲罗西亚总统普廷对话，双方初一通电话通2点钟。马克宏甲普廷强调讲，法国会坚定来支持乌克兰的主权甲领土的完整，而且呼吁罗西亚要赶紧启动甲乌克兰之间的谈判，达成停火协议。Но я отмечу то, что при рассмотрении ситуации вокруг Украины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напомнил, что украин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 это прямое следствие политики западн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которые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многих лет игнорировали интересы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и, создавали на Украине антироссийский плацдарм, потворствовали нарушениям прав русскоязычных жителей, а теперь ведут линию на затягивание боевых действий, осуществляя подпитку киевского режима различными современными вооружениями. 普丁提醒马克宏，若要罗西亚甲乌克兰达成停火协议，就应该爱为源头来解决，而且这项协议应该是长期有效的。那马克宏是表示，乌克兰应该家己决定，敢是要接受领土割予人。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美国宾州的3里岛核电厂伫1979年发生炉心氧气的事故，不过即马传出有机会伫2027年提早来重新运作。但是因为 AI 应用上过正电 ，ChatGPT 上大股东 Microsoft 和3里岛核电厂营运商星泽能源来签20年的合约，讲要把这座电厂电放了后的电全部拢甲买落来。This plan is moving faster than we ever dreamed possible. 微软能源副总裁霍利斯欢喜地宣布，3里岛核电厂会伫2027年提前1年重新开启，这代表成熟 AI 所面临的能源问题，微软会有希望更较早解决。We knew that aligning that new additional energy with our new additional data center infrastructure was important, and we could do that only with the partnership of the state of Pennsylvania and the governor, as well as Constellation.
霍利斯所讲的星座联馆是宾州三地岛核电厂背后营运商。星座联馆的旗下有14座核电厂，是全美国规模上大的核能营运商。除了微软看中的三地岛核电厂，并且母公司 Meta 6月也甲因签伊利诺州克林顿核电厂的20年买电合约。1979年，三地岛电厂的2号机组发生炉心氧气。即摆准备重启1号机组，为迄当时一直营运到2019年，才因为当年了之关起来。目前核电厂内的所有设备牢固，控制室成就也个维持类比系统。星座联馆打算投入16亿美金完成系统，搁较伫微软的协助之下，引进人工智慧系统。So what we're able to do with Microsoft is really start to use AI to help our operators see things before they occur, make sure that we're on time, ahead of time on maintenance when we have to be. 当年的严重核灾，使当地人对三里岛核电厂也心惊胆寒。代志发生中毁损的2号机组，目前永远处伫封闭状态。美联社报道，包伫空气里中的反应炉为流率高达犹原有高度辐射。另外，反应炉核心早伫几啊年前运去美国能源部的爱达荷国家实验室。Most people will remember the name 3 Mile Island. It is the site of the nation's worst commercial nuclear power plant accident. 星座联馆表示，中国三里岛核电厂虽然提前1年到2027年，也毋过犹原爱先出伫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加州参电县政府各项许可。另外，微软即摆卖电无透露要互多几个资料中心使用，外界认为这是为着伫2030年底进行大政府碳排目标。公司新闻红鲁梅编译。今仔日的国际又有发生什么款的大代志？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日本、印度也有澳洲组成的4方安全对话，伫咧美国华盛顿举行会议。因为中国以稀土管制来做贸易武器，这4个国家是宣布来启动关键矿产抢击，打算讲要共同为确保关键矿产的稳定供应来打拼。美国6月2日对伊朗展开5夜击退行动，攻击包括福尔岛等等3位的核设施。美国的国防部7月初2时表示，这个行动已经证实伊朗的核计划进度拖慢了2年的时间。目前所看到的所有情报拢显示，伊朗的核设施已经是获彻底消灭。根据乌克兰官员的情报评估，北韩是打算来派往罗西亚的部队要增加2倍，增加2.5万至3万人来协助罗西亚伫咧乌克兰的前线作战。不过，这个行为那是代表讲战术的，这是代表战术的新发展，嘛显示北韩相关的领袖金正恩扩大对莫斯科的支持。针对大罢免的催票，公民团体开始有行动了，宣布找5伫咧上北用机车车队来串联，互各大绕境嘛会对华联开始。新疆民进党的党主席总统赖清德嘛下动员令，要求党公职就要出面来声援。国民党的朱立伦是表示，会伫咧台北桃园等地来举行大型反恶霸造势活动。青鸟在线，宏伟不见。青鸟在线。离7月2日大罢免投票剩无1个月，公民团体合作宣布初5要举行上北机车扫街串联的行动，还有反共护台暗会，车队会通过罢免区，要来有关宣传的声势。我们要对抗中共的侵略，这是我们主要诉求。那么，因为国民党立委拿了我们纳税钱，不尽他的义务，居然是亲共卖台、叛国，所以我们要罢免他。另外，各大事件头一站车是为华联起鼓，总统赖清德兼民进党主席嘛下动员令，要求党公职出来斗相挺，嘛就保台行程卡做伙徛出来。当台湾民主遇到重大的这个危机的时候，那希望所有的这个党公职所有的人民都应该要站出来守护民主。民进党甲公民团体合作，加强因的策略，全力投入罢免。国民党嘛输人唔输阵，展开区域的联防。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表示，台北、新北、桃园等等的所在，拢会有大型造势活动，还佫大声批评赖总统，国家团结十港是生话造谣的十港，目的就是为了要支持恶性的罢免。一个为了恶霸、为了斗争、为了分裂而不断的造谣的总统，真的是只会乱台、只会乱讲，
这是台湾之大不幸。民众党主席郭昌初二发出党员批，宣布全力支持新竹市长高虹安，也有面临罢免的南洋立委，要催出无同意票。另外，国民党立委马文君甲尤浩的罢免案有通过补件，中选会宣告成案，会到8月23，协商抢重新启动的公投做回来投票。我们希望是真正的民主，而不是赖清德把大家视为杂质的情况之下，操作霸团，假借公民之名，还来真正的对于我们全体广大的国民进行围剿。你的选区已经有超过13%的选民认为你已经不再能够代表南投，你已经不适任，所以请你也不要再用任何形式干扰罢免的程序。针对绿营甲公民团体若被展现合作的态势，双方互相竞争拼场，大罢免伫朝野的对抗之下，这个投票率有可能会增加。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地检署在侦办立委吴丽华罢免案，昨日去国民党组发会副主委黄碧云，也有全委李德全的厝内敲，将两人带去问话。落尾黄碧云是裁定羁押禁见，也那李德全是50万交保。国民党就指其这是办拿无办理，但是吴丽华是强调伊支持检调查办。半暝12点外交保了后，行出屏东地检署。国民党专委李德全唔愿表示意见，伊参国民党组发会副主委黄碧云的厝内，找伊互屏东地检署敲锤煞约谈10位嫌疑人，5位证人到案说明。饭店时讯问结束，检察官对副主委黄碧云申请扣押，李德全50万交保，其他的嫌疑人分别拢是以10万至20万交保。检察官讯问后认定被告黄姓女子涉嫌刑法之伪造文书、个人资料保护法之非法利用个人资料、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之未经同意伪造、假冒提议等罪嫌，犯罪嫌疑重大，且有勾串共犯证人之余，及羁押之必要性，预知当庭逮捕，并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针对民进党原住民立委吴丽华罢免联署疑似伪造文书案，屏东地检署指挥第2波的行动，初一是敲揣包括国民党桃园、南投、花莲、台东等所在的党部，各有几啊名涉案人的主体。检察官认定黄碧云涉嫌伪造文书，违反各自法等罪，嫌疑重大，当庭逮捕，而且向法院声押，扣押庭裁定扣押禁见。支持检调，一切依证据来查办。希望党高层能够站出来，为自己的组织犯罪行为来负全责，不要再牵连到无辜的族人。罢免联署案涉案范围扩大，国民党中央质疑这是办案无办理，是相同标准，嘛表示全国人民拢看伫眼内，希望后续到法院时会当有公正的审判，还予国民党一个公道。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罗总统讲，7月是国家团结月，加上汉光演习嘛要来起过，内政部就规划防空避难点来教民众避难的原则，也个要安怎来准备防灾物资等等。而且展览的内容拢有写注音，对囡仔就开始来培养防灾意识。无论是为着防灾，还是为着战时的避难，最近国内侪民众防灾意识加悬嘛，开始准备防灾包。不过要安怎准备，爱穿什么物件嘛，真伤脑筋。行政署在台北西门这运站内底举办防空避难体验展览，甲避难原则、防灾包安怎准备，也有避难设施的紧急物资拢摆出来，互民众参考。避难物资的部分哈，那每个人哈每天单日的部分呢，紧急避难包呢，我们是建议要采取质量轻，然后容易取用物品的双肩的背包，那并维持男生大概在15公斤，女性在10公斤左右，才不会太重。为着要加强社会韧性，提升全民的应变能力，7月汉光演习头届要结合军民做伙演习，内政部嘛伫6月30公布防空避难指引。互民众知影当当防空警报弹的时，要安怎保护家己。部长刘世宏表示，目前经过半点，全国是有82000个避难空间，会当使用的人数有到5000多万，是全国人数的2倍多，希望互民众安心。另外，行政院长杜英泰嘛，搁再呼吁朝野立委斗阵来支持4100亿的特别条例草案，支持产业稳定和国土的安全韧性。我们在6月底的时候呢，已经公布了一个防空避难的指引。那不论怎么样，我们在全台湾的守护之盾呢，这样的一个防空避难展，就是要告诉我们的国人同胞，有准备更安全。这些100亿里面，除了我们对支持产业
安定就业、照顾民生之外，我们还有很重要的是针对国土安全韧性的1500亿。我真的很期待国会能够利用现在延会的时间，继续的能够加速把这个4100亿的特别条例通过。警政署表示，民众若透过警政服务 App 和消防防灾易点通 App， 就通知影伫民众上近的避难空间，也无防灾卡通了解防灾知识。因为西门捷运站这个防空避难展览，拍算是办到7月30。现场的内容拢有写注音，适合囡仔做伙来学习。警政署表示，希望透过丰富的避难知识，也有活动体验和导览，来落实防灾对日常实践的目标。记者卢尚如、郑准由台北报道。再来看生态。花莲的海蟹早就有出现有蛾，这是真罕见哦。连我观察头海鸥的数量嘛真多，最后出海来赏海鸥的民众是看甲真过瘾。观光专业者伊嘛主动来调整船帮，避免过度搅扰海鸥。伫赏海鸥船头前的海边，两只超级大有蛾当扑出水面划开，黑色白色的视野，也个为卡只片稀奇，是因明显的特色，通拄到的几率无1%。7月1号的下午5点。好，那我们在花莲港外海10海里处发现了虎鲸，他们在那里，游速很快，在那里追逐海豚。是，那我们之后就保持距离的去观察他们，然后发现到说是一对夫妻档，然后跟一对母子队在那边。有蛾出现的消息，让真侪游客报名要出海，但是今日透早的船帮拢无拄到有蛾，颠倒是大型的观察头海鸥未少。研究海洋生态的欧劳海洋文教基金会是希望赏海鸥船伫接触海鸥海底的时会当更较优先。在靠近之前，一定要先减速。那这个减速的距离至少要保持50公尺以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不包围，我们可以跟在它的这个左后方或右后方慢慢的保持距离去观察它。我们如果遇到这种有带母子队的话，那我们保持的距离应该要更长。业者强调，目前花莲有8只赏海鸥船，大部分的业者都会按照赏海鸥的规范，避免对海鸥海底受干扰。在赏鲸的规范里头，其实一群鲸豚最多大概只能容纳3艘的赏鲸船，所以花莲赏鲸业者就会刻意跟其他船公司透过了发船的时间不一样，或者以航程的时间的长度不一样来做区隔，降低它所有的干扰。另外，亲像伫海上接触海鸥海底的时间，也会控制伫15分钟就要离开，抑个袂当超过3只以上的赏海鸥船同一个时间接触同一阵的海鸥海底族群。希望透过这寡友善的规范，互民众也会当提高保育生态意识。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伫咧彰化田中八卦山区的饲蜂场，最近讲有蜂箱牛仔入侵。这款牛仔体型真细，阁真高生，会寄生伫咧蜂箱内底偷食蜜，也是花粉。蜂农就烦恼讲，这饲蜂规个会污染去。县政府和苗栗农改场嘛提出防治措施，伊嘛建议蜂农都要加强检查清理蜂箱。农业部苗栗农改处的研究人员，真细致先用吸糖的管仔，甲糖摕出来另外一个箱仔观察。这是互饲蜂的农民头壳摸咧烧的外来种，或者蜂嗅牛仔。彰化田中八卦山饲蜂的所在，今年嘛弄着，互饲蜂的农民是真烦恼。是知影讲，阮田中这边是阮遮是拢应该拢着啊。阮遮这块仔大概拢有饲啦，啊都3、4个啦，4个蜂场啊。这种蜂嗅牛仔是为非洲来的，捌入侵美洲甲亚洲。去年5月头一届出现伫台湾。伊的特色是真高飞，嘛生产了真紧，主要是食花粉、蜜甲蜂虾。苗栗农改场表示，目前蜂箱牛仔已经伫咧新竹、苗栗、彰化、南投甲嘉义等等的所在摊开。到今年6月，全国已经有14间蜂场通报受害。经过捕杀了后，也是有发现蜂箱牛仔出现，评估可能是已经伫咧台湾定居啊。后续经过一次这个扑杀然后就是事实上，再过调查还是有零星的发生，所以我们认为说这个甲虫可能进来已经有一阵子了那可能是刚好气候适宜的状况下，观测是它可能已经不止一个世代了。我们已经有跟蜂农要注意一些什么东西，比如说它那个蜂箱里面如果是喂食的，就是你是不是它出去采花蜜，你是喂食的那个3天内没吃完就要清干净。彰化农改处表示，
目前中华有2个蜂场通报受害，已经建议饲蜂的农民照农业部指引，做字放伫蜂箱的内底甲外口，用纸棒等等的工具来做限制。若是人工饲火的蜜互蜂食，3天内闹村的要是要清掉。提醒饲蜂的农民都要加强巡视，才会当阻挡蜂受菇生团。记者综合报道。传统艺术界当年的大代志团结金曲奖拜三公布第36届列入为名单。今年建奖是有88组创作者，也有42件作品入围。今年特别用盛大的台来做主题，这是代表传统艺术代代相传的精神。今年36届团结金曲奖拜三公布入围名单，今年计共有88组的创作者，42件作品入围，包含音乐甲戏剧表演2大类。今年的主题叫做“代”，若是要强调传统文化代代传承的意义，嘛代表跨世代、跨领域，每一个作品都是无前无后协力完成的精神。尤其是音乐类跟戏曲类，都是以技艺为主，所以呢，代代相传、代代接棒，非常的重要。另外一种是跨域上的融合，彼此互补。来共融呢，戏曲共融音乐。东美云歌戏团的名博客栈名星相会夹，用电视剧名博客栈做背景，结合穿越和武侠的题材，讨论爸囝之间的亲情。一兰二分之 Q 剧团的情机，改编白蛇传的故事，讨论爱情的本质。2个作品拢入围5项戏剧类的大奖，展现传统戏剧的生活力。文化部表示，传统艺术界有一个国家队，而且已经受到国际的关注。传统艺术界也有一个国家队，我们这个国家队会在文化部的不论是黑潮计划，或者是我们的国家语言方案，或者是我们的沃土计划，还有重建台湾艺术史等等等等，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打拼，我们来建立这样国家队，让我们的传统艺术一方面在国内可以继续生根、继续发展，一方面我们也要走出国际哈。团结中心表示，这届计共有632件作品报名参加，尾也入围88件，竞争非常激烈。这届的音乐队特别奖得奖人是已经过身的台湾作曲家陈茂轩，戏剧表演类特别奖得奖人是南管世家大汉的林吴素霞，肯定因对传统艺术发展的贡献。记者林旭凯、魏宗林台北报道。日本的老人家己一个人住伫咧厝内孤单过身的案例是愈来愈多。过去大家对这款厝是较禁忌，也毋过这几年这寡厝因为愈来愈多，伫咧翻新过了后是卖较俗，所以饲草嘛有愈来愈好的情形。清洁人员徛伫涂骹，详细清理涂骹的垃圾物件。清业官这间厝原本住一位独居老人，也毋过伊过身半年以上才互发现，厝拢是遗体烂去的臭味甲垃圾物件。这款的厝一般人较毋敢买，也毋过只要经过适当的处理，对部分买家游玩有吸引力。こちらの物件で言いますと、相場の金額があるんですが、事故物件ということによって2割ぐらいお安くはなってきます。はい。で、なおかつ中はリフォームしてお引き渡しする形になりますので、はい。そういった部分では買われる方にとってはいい物件なんではないかなと思いますね。专家指出，经过翻新处理的箱体，售价会比市价上2成。那只是租无买卖租金降的幅度无够1成。The estimates show that there were about 7 to 8% decline in rental prices of stigmatized propolis. So it was somewhat smaller than what we expected, but at least it shows that there are some people who are willing to rent stigmatized propolis even for a small discount. 也毋过，除了清洁翻新之外，一般人也是会烦恼死者阴魂不散，住入去会无安心，所以日本出现超自然现象调查员这款的职业。私がその現場に夜10時から朝6時まで滞在して、映像、音声、あと電磁波ですね、あと温度、室温と湿度と大気圧。あとサーモグラフィーの温度を確認しながら騒音を調査することによってその部屋に何もありませんということを証明するためにそういう調査をしています。
那也是无放心，处理转手进前，也会请回想来念经超度，互遗憾死去的人顺利转往极乐世界，互这间厝的后一个主人会当安居乐业。日本因为人口快速老化造成孤独死的案例渐渐提升，官方报告指出，去年大约有21900件死亡案例。礼拜二也是更较长的时间才互发现，这也代表兄弟物件会愈来愈侪。研究发现，当家5月间二手厝的房价比去年同期贵3成以上，所以经过处理继续相对俗的兄弟，伫市场犹原有一定吸引力，有希望吸引唔惊的人去买。公司新闻张惠斌编译。伫咧韩国首尔西边的山区，最近出现糖害哦，是一款号做红背羊毛型的糖。因为这个糖哦会双双对对做花杯，袂输晶盘，所以嘛互人叫做是爱情糖。原底这款糖是伫咧中国、台湾也个日本琉球群岛诞生，但因为气候暖化，韩国变烧热，所以嘛适合因生存，所以就传到韩国去。即马伫咧韩国山区登山步道观景台性格拢样杯哦。这款糖虽然讲是对咱人无害，嘛袂带传染病，更会导人灰，也毋过因为因无天敌，嘛造成这个环境生态的困扰。飞到马蹄顶的爱情糖，互爬山游客行甲大叫，阁有人摕电蚊拍驱赶飞来飞去的爱情糖，也毋过电真久，永远真歹赶走才会逃脱。韩国首都首尔西部真川地区贵阳山，最近登山步道甲观景台拢会当看到，拢是即款黑色的糖脱。即款糖脱的学名是长甲毛瑞，因为伫咧脱生期交配时阵会成双成对，袂水结做伙飞来飞去，像情侣共款，所以号名做爱情糖。不过因为爱情糖的脱生期伫夏季，公的只会当活3到4天，母的会当活差不多1礼拜，就会当伫淡湿的土壤生数百粒的卵粒而死亡。所以山区的清洁人员嘛要定定去摒扫才会死去的糖。爱情糖过去主要分布伫中国东南部、日本琉球群岛甲亚热带地区。台湾北部嘛捌发现这款糖脱。专家分析，气候变迁造成的气温升悬、山区附近的都市发展、甲养要无敌人，拢对爱情糖的脱生有利，所以符合条件的韩国首尔，伫2022年才会出现大规模的糖害，头一届鉴定出现爱情糖。2023年通报的糖害有4418件，去年是增加到9296件。虽然马蹄顶乱飞爱情糖，互人感觉起价不赔，也毋过因为会当授粉，有糖会当分解有机物滋养土壤，嘛袂顶人甲动物被传播疾病，所以各国当局并无甲爱情糖看作无好的糖来防治，颠倒是看作好的糖。韩国官员建议会当用喷水的方式驱赶爱情糖，去郊外活动的时阵穿深色的衫，会当避免吸引糖脱。另外，伫户外照明灯的周围，嘛会当装置掠糖的灯甲黏糖的板仔，来防止爱情糖的接近。公司新闻台是董炳耀。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天气预报资料。北部地区27度至37度，中部地区26度至35度，南部地区26度至34度，东部地区27度至33度。广东地区27度至35度。感谢你收看这集的早起新闻，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